Jauh-jauh tu sa kajam-jaman makaitina na sulibat. Saka tu sa kajam-jaman aurita sopuin akai no samas imazai tu Yeremia sulatan imazai tu 30 katu dosa kayan imazai tu ita karam patu sepacapuru katu sepacakaram.耶利米书32章1节到44节。耶利米购置田地，西底家作王统治犹大国的第10年，也是尼布甲尼撒王统治巴比伦的第18年。上主向我说话，那时巴比伦王的军队正在围攻耶路撒冷，我被拘禁在王宫的监狱里。西底家王把我关起来，指责我所发出的预言。我曾经宣布上主这样说，我要把这城交在巴比伦王手中，让他占领，西底家王逃脱不了，要把他交给巴比伦王，使他面对面跟尼布甲尼撒说话。他要被带到巴比伦，留在那里，等我惩罚他。即使他跟巴比伦作战，他也绝不能战胜。我上主这样宣布了。上主告诉我，我叔叔沙龙的儿子哈拿莫要来看我，他要我买下他在便雅悯境内亚拿图城的那块田地，因为我是他的至亲，有赎回的义务和购买的优先权。于是正像上主说的，我的堂兄弟哈拿莫到监狱来看我，要求我购买他的田地。于是我知道上主的确对我说过这话。我向哈拿莫买下田地，称给他17块银子。我向人作证，签了地契，封好，称了银子。然后按照法律的规定，我把2份地契，一份封好的，一份敞开的，在哈拿莫的签名，在地契上面的证人以及监狱里所有的犹大人面前，交给马西亚的孙子尼利亚的儿子巴律。我在他们面前向巴路说，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命令你，把这2份地契封好的和敞开的都收藏在瓮子里，好长久保存。因为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说过，人要重新在这地方购置房屋、田地和葡萄园。耶利米的祷告，我把地契交给巴鲁后，向上主祷告说，至高的上主啊，你以自己的大能大力创造天地，在你没有做不到的事。你曾经以不变的爱对待千万人，但你也因父亲所犯的罪报应儿女。你是伟大有大能力的上帝，你的名是耶和华万军的统帅。你的计划伟大，你的作为非凡。你观察人的一举一动，照个人的行为施报应。你曾经在埃及及行神迹奇事，你也一直在以色列和列国中行神迹奇事。所以今天你在人类中有大声望。你以神迹奇事使我们的敌人惊惶，又以大能大力领你的子民以色列出埃及。你信守自己向他们祖先许下的诺言，把流奶与蜜这肥沃的土地赐给他们。但是他们一进来得到这块土地后，就不服从你的命令，不遵行你的教训。你命令他们做的，他们都不做，所以你使他们遭遇大灾难。巴比伦人已经筑好攻城的土垒，开始攻击了。这城要因战争、饥荒、瘟疫而陷落在敌人手中。你所说的灾难已经实现，你亲眼看见了。至高的上主啊，虽然巴比伦人快要攻下这城，你还是命令我在证人面前买下了那块田地。于是上主对我说，我是上主，是全人类的上帝，我有做不到的事吗？我要把这城交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和他率领的军队手中，让他们占领。攻城的巴比伦要进城，放火烧毁一切，
连以色列人在屋顶上向巴力烧过香，向神明奠过酒，而激怒我的那些房屋都要烧光。以色列和犹大人民从开国以来一直作恶，激怒我。从耶路撒冷建成以来，居民也不断的激怒我。我已经定义毁灭这城，因为犹大和耶路撒冷人民连同他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都做了邪恶的事。他们翻脸不认我，我不断的教导他们，他们总是不听，也不肯学习。他们在那敬拜我的圣殿里供奉可憎的偶像，玷污了圣殿。他们在新嫩子谷为巴力造祭坛，拿自己的儿女焚烧献给邪神摩洛。我没有命令他们做这种事，也从没有想到他们会做这种事，使犹大人民犯罪。复国的应许，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对我这样说：耶利米亚，人人都说战争、饥荒和瘟疫将使这城沦陷在巴比伦王手中。现在你留心听我说，我曾经在愤恨盛怒下把我的子民放逐到各国，现在我要从那些地方把他们集合起来，领他们回来，在此地安居乐业。那时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上帝。我要赐给他们专一的心，好终身敬畏我，为自己和子孙谋求幸福。我要与他们立永远的约，不断地为他们的幸福着想，好使他们专心敬畏我，不再背离我。我要专心一意为他们谋幸福，使他们在这块土地上有根有基。我曾经使他们遭遇大灾难，我也要照应许把一切幸福赐给他们。人人都说这块土地要荒废，没有人也没有动物，它将被交在巴比伦人手中。但是我说，人要重新在这地方购置田地，人要在便雅悯境内各地区、耶路撒冷四周的市镇、犹大各城山区的乡镇、山路的村庄和犹大南部各地区买卖田地，签订地契，密封地契，请人作证。我要使我的子民在这块土地上重整家园。我上主这样宣布了。爱就开诺什么？Satu cu asinan apuro kaima在多阿罗嘎兰。于是正像上主所说的，我的堂兄弟哈拿莫到监狱来看我，要求我购买他的田地。于是我知道上主的确对我说过这话。耶利米书32章8节。督促大家们阿西尼布巴达湾靠主得盼望。Anak kipaparangan jatuh kama cemas izwa buzangaran。即使在动荡不安的时代，世界上仍有许多人值得敬佩。他们勇敢面对危险和艰难，对抗是无法做到的事，仍因着盼望而继续向前进。就像乌克兰人，即使面对俄罗斯的强大军力，仍然努力为自己的国家而奋战，希望胜利和和平能够早日来临。或许是上主赐给他们的坚强斗志，才能在艰困中仍心存盼望。同样的，先知耶利米被西底家王囚禁时，仍勇敢说出上主要他说的话。照理说，被囚禁的人往往会卑躬屈膝的向有权势者求饶。耶利米却没有如此，他仍然不断宣告上主要他说的预言，并向主祷告。耶利米是在离开耶路撒冷要回故乡继承家产途中被逮捕的，因为耶利米预言犹大王必被交在巴比伦王手中，因此被怀疑要投降巴比伦，而被抓去囚禁。试问一个王岂能容忍先知对国家和自己说不吉利的预言呢？在今天的经文中，上主吩咐被囚禁的耶利米购置田地。人们往往在富裕和顺遂时才有余裕自残，
当国家陷入战乱，身为先知怎么有兴趣买土地呢？何况对当时的犹大人民而言，那些土地已失去价值了。不过从经文可看到，耶利米顺服上主的命令购买土地，就像没有战乱的样子。不止如此，耶利米在买地之后，又吩咐他的书记巴录把地契收藏好，因为将来上主要让人们重新在那地方购置房屋、田地和葡萄园。我们发现耶利米在战乱中仍然心存盼望，他相信上主的应许，他必不会撇下自己的子民。当巴比伦大军兵临城下，犹大人民都失去盼望时，先知耶利米仍遵循上主的命令，并迫切祷告。虽然没有人相信耶利米所说的预言，甚至有大王对他发怒，他终究按着上主的旨意说出信心的话语。在这科技发达的时代，许多人只相信科学和知识，认为圣经的教导已是过去式。因为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或者迫于物质生活的压力，也有人对人生失去信心，对未来没有太多梦想，甚至不少年轻人沦为躺平族或夜光族。殊不知，上主是创造一切的主，他要照他的应许把一切幸福赐给人。台湾教会有许多值得尊敬的信仰前辈，在困苦的时代，即使教堂只用茅草或竹子建造，众人仍然在礼拜中得到极大盼望。愿我们也能因着上主的话语而得激励，充满信心做主公。Acu mana sini pada dekat tu cua kada majaman。萨督促阿西尼巴给你们那么讲间，我能否明白先知耶利米的作为，勇敢地说出有信心的话。Sinaya tu soka jaman-jaman aruta kigaluina kinumnam na tinanagamalu akinumnam ay kanapasamaraw kainuli。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在末后的日子里能听到你的声音，帮助我在这动荡的时代总看见盼望。相信你是历史的主，你是一切盼望的源头。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Mali-mali tu soka jaman-jaman na makaitin na kipaparangat tuatya kama cemat na makaitin na kipaparangat tuamana uri makaita sika mapaseling atya kama cemat saka tutso ka jaman-jaman asini pasemarau jantin asini pandarai uri na makaitin na kipaparangat tuatya kama cemat kumali na matainu atya sicuungan atya sisarapai tuatya mundai tuatya kumudanga Amina kipaparangan tu atya kama cemas nekanuri ta makaya na si kipaparangan ayat tua semasa nak mati mazeka cawan semasa nak mati tanuitin aku tina makaya minasi aku tina makaya gemago imazeka cawan tanan manemanga semasa nak benai tanuitin semasa nak papunasi tanuitin sakana makaya tinana kemalabutana imazeka cawan na gemago tamana inati no atya kama cemas Sakatijen latin na pasuar te Yerimi tua saruan te tua cemas na kipareng sakamaya parorau kumalia rumasa yang ati maju kumalia lebih ti maju rusung ti maju lakwa na kipaparang sakamaya ti maju tua takama cemas ayat tua na kemasaruan ti maju tu izwa cemas abalulut izwa cemas ti miatiak izwa cemas apa popicupicur ayat tua cemas mana kata picuran kata sawan Kinilang puno lato no takama cemas sakatima ruta sika kailingan amin na cemas amin na takama cemas mabana kasiduan tu atam sikiaw atak sika kailingan ayakana papupisura tisuna tiakan sakamali-mali kipaparangi sakamaya tu takama cemas nu na matazwa manuri makaitinana nasa saal na makaitinana kita jaran tu takama cemas sakana makaitinana nama sirbana parorau ayatua izwa semasa papurban tanuitin ayakana demikiki tapa semarau apa bisure tanuitin nama polat sakamali-mali panama kanu izwa ini kana malunga aku sinupuan lamuna na panjika jangan mapolat tamarka ku becek ayakana pasemarau sakamali-mali latina na suliva tu cuaca kini adaban taja ping'an